小可以前谈短篇填名同唔强用。作者阿文哥讲下按神奇之作，那係有中意，請聽書分享出去。阿文姑同阿春妹兩公婆結婚無幾久，有一日兩煞佇窗下南頂打嘴鼓。阿文姑嫌風想到一個問題，就來問家婆娘。阿文姑問：阿春妹，那係有一日我比唔先過身，唔會再嫁人麼？阿春妹應：唔會啦，我會辦去同阿老妹搶下底。甲阿文姑問我問那係我先過身咧，唔會讓誒。阿文姑是：我未同強樣，我會辦去同阿姨嘅搶下底。什麼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